自信。上天看咱一点的言语，迄种言语叫做同义语。离佛教上来讲叫做空性。那同义语，你若迄个同义语，等即个肉体，就是迄个同义语，所以伊叫做体育加上即个肉体体。所以今日咱即个肉体，咱老解化即个所在，让大家大家用参考的即个发挥。咱今日变学，就是讲咱有一个迄个同义语，咱有一个佛性，咱有一个道，咱有一个空性，即个物件拢是空性物件，无别的。所以呢，伊即个道，即个叫做佛性，道我哋解释佛性，在靠上讲叫做空性，平讲空即不难。哦，即我考物件啦，吼，即应该咱大家拢以我考的迄个实体的物件，应该了解。而道家咧讲道，叫做徒修，迄个伊个字啦，吼，在儒家讲宗，叫做宗宗观念，迄个在耶稣讲叫做耶和华上帝，另外讲叫做引导起因，在回教讲叫做阿拉讲上帝，所以呢，伊叫做清净阿弥。即个伊的道理。道较一的名词无相像，但这个一就是道，也是咧讲空，也是咧讲中，嘛是咧讲真，嘛是咧讲土。这个名词无相像，各位记得着。咱今日咧学经典，咱唔通叫这个文艺甲你分了后回去。所以其实《道德经》的42分有一句话，哦，道成一，一成二。二成三，三成什物件？三成万物。所以一切万物就对咱对道的演化，换一个解说，道伊所演化的物件，因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什么叫做道成一？这个道，这个一，换一个解说，就是会传，会传。换一个解说就是因，这个因道就是一粒的精气，这个精气所化出来这个因，伊开始会传，所以道成因，一成二，二成三，三成万物。这个道若无这个道，咱今仔日万物一起成。换一个解说，这个技能，就是因为伊有迄个道理内底，迄个道叫做哪？阴阳高合。自性的一点，叫做成意。迄个成意换一个解说叫做道。有迄个成意了后，迄粒技能就会慢慢成形，慢慢会变成一粒仔囝。仔囝当中，伊的喙，伊会把技能拓化，无甲斗动，即只仔囝会走出来，会变成一只对一粒技能，会变成一只大只鸡母。对一粒鸡母，伊个生出一技能，啥叫生技能？伊内底有一点成意伫内底。如果今仔日咱这粒技能完全也是一个空炮弹然后变成然后，就是完全像咱一只鸡母，只是完全咧做两家，生两个两家。你安怎生的技能，伊就绝对无法度生出两家出来。什么原因？伊就是无迄个道理内底，无迄点的成意内底，换一个解说就是无迄个经济内底。所以因为道一点了后，伊成意慢慢生到只鸡母出来，只鸡母慢慢就要生出鸡出来。所以这就是一种鸡仔，伊就是一种鸡仔的迄个串联会走。所以呢，伊这个叫做道，嘛讲叫做空，嘛叫做中，嘛叫做真，嘛叫做土。二种头的名词无相像，但是我拄则讲，咱袂使叫这个名词干那了回去，所以这点一定要了解。所以第三就是讲清解道的内涵，道如一颗的精子，道是如一粒的精子相像。所以到一句来讲，须弥总盖子，盖子总须弥。须弥就是讲啥物件？须弥就是讲一个足大粒的山。叫做须弥山，总盖子，总一粒细细盖粒的精子，盖子总须弥，这个概念是讲啥物件？咱今日这个拉铁，都参照一个须弥山现象。
但是伊甲你装一点，迄个空性因内底，迄个叫做钙质。钙质就是作少少到无当化的物件，一粒手指少到无当化的物件，迄个根若无出来，有形到无形，因为付出伫了5点以前，我请问讲，咱有看到迄粒根有卖无形无？迄粒根要有形到无形，拢着爱经过一段时间。咱我早头咧饲粉鸟，做囡仔咧饲粉鸟想啥？迄个粉鸟，迄只有形无形，拢着有过几日啊，当时甲照日头，迄个日头照起来底当中有点，就代表迄个有点。迄点若去甲照若敢若空空，迄就是代表有点，迄个爱调调，迄有无路的。那今仔日因为迄个钙质，就是伫迄个两个内底，其实你嘛无当。但是你讲无吗？伊个有；你讲有吗？伊个无。所以叫做哪？叫做妙用。你说有，它又没有；你说没有，它又有，叫做妙用。所以叫做妙不可言。但是因为这个经济装伫咱的马体内底，咱这个马体要去到对一个所在，拢无肯定的问题。咱这个经济如果离开咱这个马体，离开咱这个马体，所以人讲所谓讲。有理招骗天下，无理就出波澜。迄个理叫做道叫做理。咱今仔日的这个马体啊，离开着迄个自性，咱今仔日这个马体经过2日3日大条，因为臭毛毛，你要出波澜，你都惊袂出去，你都无迄个心机，你都无迄个，无法度行，啥无度？因为你无心机，你变成一个屁股蛐，哦。所以变成一个尸体，那尸体有迄点的钙质，有迄个灵，叫做人。所以人叫做人。马体无灵叫做尸体。哦，迄个灵体无马体叫做灵。所以你马体甲有灵魂叫做人。按马体若无灵魂，就变叫做死。变成尸体的尸，啊，就变成灵魂的灵，所以变成心之了。所以呢，因为书面就是讲这个钙质，宇宙叫做真理，换一个解释，咱讲到这个形容啊，咱今仔就是学习。其实咱就是了解这个自己有一个钙质，咱家己有一个自性，咱伫道心中来，咱这个自性拢去互咱的梦想、执着啊未来。所以义不离正定，若因远离妄想，就叫无所定，就叫一切即为现定，这是当时讲智慧。所以呢，伊哋清净经讲智慧，大道无言，小天天大道无情，文明我大道无名，永永我不得记名，永命法道。这段话就是义道的身体的妙用，宇宙中未使离开这个道。你咱马体袂使离开这个性，所以你人讲叫做自性，你宇宙实际叫做道，也叫做空，所以名词无相像，但是这个叫做实力啦吼。好一点，是行咱的了啊，伊是上妙用，伊自然的行为，这个叫做定。定，因为就是对这个自性流露出来，所以叫做率性。率天命之性，率性之为道，率性之为道，率出来这种自然的力量。咱现在的马体所率出自然的力量，叫做妙。所以咱人做头前有好基础性本主清净，好基础性本不是咧，好基础性本主负责，好基础性本不动摇。前面这四个叫做哪？叫做得本主。这四种是七种的物件。是因为当时咱人做回力工分做四种菜，但是说明自性负责一切，因为自性本清净，自性本不成业，自性本负责，自性本不动摇，自性本不成业，这是讲一个物件。但是这段叫做讲道，但是可以自性本自负责两性办法，对下面这项，以5项上面这项。说明自性生发出来的妙用，将道生出来叫做德，因为叫做德用。
但是一个足重要物件，道德，道德，叫做道甲德这是属于的，善甲恶这是相似的。德毋是善，善毋是德，这点咱必须先分得清楚。道毋是德，德毋是道，这点咱要分得清楚。因为德上道生发出来物件叫做德，因为伊是至高无上，所以空性咱来讲，明明经老子第10章的内底来，后半7、8章来讲，叫做是以现德。对不起哈，时间上或许大概讲一下哈。先伊是不完满的物件，因为后面有一个恶的相随，叫做善恶相随。哦。那比如讲，咱这个言归，我比如讲言归，中心点，这个叫做道，这点叫做道。所以这个点叫做道，点爱是个压，先压下去，你个画蛋画圆，这点若要记得画袂圆，所以叫做道，圆叫做德，对道所流露出来叫做德，叫做道德画。好，离开这个雅典，你当画得袂圆。你这雅典，你讲这个你来离开道，你离开道，所以道来讲不可思议啊，可离开道呀，你这个道一点，那离开了后，你安怎画？互你画都画袂圆。迄个袂圆，你做善，我做善，虽然善相公主讲，好想要做我，歹想要做我咱会成我。你做作一善事，但是你后面绝对都歹事。伊毋是完全就是利用，伊就是你行善，行善的人无代表伊有德，有德的人无代表伊做成善。伊所流露出来的物件，拢是不求一切无常的物件，叫做一年叫做独自然的物件。所以呢，无为因，因就是必做果，因无为因就是必做行过的路径。受到爱以道为根本，以德为准绳，以因为实践，安尼叫做道德德，因为是后尾两节吼。所以道德德伊本来是一个非常偏妙的物件，就是咱大家对经81章、经81章，而且用意无落你一直爱记的，无离开道德这两部分。你准确讲是用，伊讲出来用，但是伊若离开道本体，这部经典讲唔对，所以这点你来甲杀掉。所以呢，道经过来就是讲道德经这部经典的全部物件，是因为用作老子用作个因素，后来讲无就像安尼尔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是咱同学分析小的部分吼，和各位做分享。重点最后就能够实际和实践联盟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感谢父亲慈悲前道公，婚道之公，咱在此一别三下面就是道德经第12章哦。由着咱陈玲娥讲师来做一个开始。